台湾乌熊最近出现伫高雄的桃园区宝山里，也因为有这个农民的笔去互偷提去，本地掠准讲是钓贼头，看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贼头竟然是一只台湾乌熊。这乌熊除了偷食笔以外，搁伫咧门口乱扫。林业署、屏东分署也被呼吁民众，若准出现乌熊，就要赶紧通报。高雄桃园宝山里农民17时落到一只熊伫徛家厝外口乱扫，狗仔出来吠，农民才发现有乌熊。伊连面想着讲，最近囥伫仓园的芳箱内面的芳笔拢互偷了，拄开始掠做是人头体，即马才知影原来是台湾乌熊。因为乌熊出现地点离社区干那500公尺，农民有淡薄惊吓。你在山区里面的话，它会攻击人类。我们跑也跑不赢它，所以是会造成一个部落很大的一个危机。尤其出现的那个地方哈，离我们宝山部落这个社区哈，只有大概500公尺左右。发现是乌熊偷食芳笔，农民随通报予林业署。屏东分署指出，去年伫高雄发现乌熊入侵的事件就有3件，宝山里这件是今年头一件。因为台湾乌熊是保育类的动物，屏东分署嘛按照生态给付的计划发奖金予农友，有关伊的损失嘛会做补偿。到达发现乌熊的通报，嘛有4位民众顺利摕到奖金。也发给通报奖金新台币3000元。有关茶农的蜂蜜损失，屏东分署也将会给予补偿。我们只要身上有携带一些发出声响的东西的话，那就可以避免大大的降低黑熊来靠近你的机会。因为生态变迁，即马台湾乌熊生活的范围愈来愈挖近浅山，动物园主任嘛呼吁民众，熊袂主动攻击人，掠准真正拄到熊，会当发出声音，熊就袂挖近。记者钟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